心情来看到苗栗客家庄元宵节带出去放龙之夜，日咧苗栗和平公园闹热上场，嘛少真侪民众提早来占位。到尾上龙队一个上场，互炮下放。今年活动特别安排德高炮，就是甲炮啊吊伫咧德高来热龙，表演到40年代苗栗放龙的场景。苗栗元宵节重头戏，用炮啊来表演，掀起活动的高潮。一压一压大炮啊声是乒乒叫，规个拢是烟蓬蓬，代表上水的人轮流上场，伫咧炮啊亭内底转来转去，接受炮啊洗礼。今年的活动特别加入德高炮的表演，十几个工作人员将炮啊挂伫咧德高顶悬，围做一个圆圈啊，人走去倒，炮啊就对到倒。精彩的表演重现古早的年代。客家先祖也相信。我们拜这个龙，神龙会保护我们客家的子弟，所以呢，在每一年的过完年，就会有我们这个舞龙的出现。英往变龙之夜，最后拢是用放烟火来做结束。今年改用无人机取代烟火表演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龙的正面，哇，红包赢龙！伫咧气势十足的音乐声当中，120只无人机伫咧苗栗市的天顶摆出七彩光幕的变龙的图样。虽然变龙的过程出现一点仔小状况，民众伫咧看的时阵，我伤近，差一点仔受伤。好佳在有惊无险，今年元宵的变龙之夜，伫咧民众的欢叫声当中圆满的结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